讲到台中捷运伫5月1日发生嫌犯乱杀人的事件，这个嫌犯向检方表示要互全国的人看到伊，而且这天呢是台北捷运第一犯案的10周年，才会讲计划要来杀人。检方认为讲这嫌犯拢有伫咧想空想芳，心智正常，认为伊犯行重大，依照杀人未遂等罪嫌甲起诉，希望法院就要甲伊判较重哩。顶个月1日，伫台中捷运发生歹徒摕刀共攻击的事件，造成2个人受伤。刚扑的这个姓洪的嫌犯，嘛互真侪乘客做伙压制，阻止伊继续伤人。检方经过真侪摆侦讯，是认定姓洪的嫌犯是依无犯案，而且伊心智正常，认定犯行重大，照杀人未遂等等真侪项罪嫌，甲伊提起公诉。被告是预谋犯案，而且对于整个犯罪的，不管是日期、地点、路线、工具或者是方式，都有进行缜密的计划。因此，检察官认定被告在行为的时候是属于心神并未丧失，心智尚属正常。而且在这一个侦讯的过程当中，检察官也发现他在问答的过程并没有异常。检方伫侦讯的过程发现姓洪的嫌犯本来是要伫20来犯案，但是考虑到伊是台北捷运第一个杀人案10周年，才延后1天来动手。伊嘛甲检方讲，想要互全国民众拢看到伊，才选伫台中捷运系统来犯案。伫这进前，伊阁将有计划性去买3支刀啊，规划去弹摩铁路和无语攻击的手法。检方认为讲，这对社会的危害真大，决定向法院来求处重刑。他爸妈愿意求偿赔偿的话，我们来做公益，祝福他，希望他可以更好。怎么做，你怎么选择啊，会有相对应的责任啊，那就是要对这个负责。2个人拢表示尊重司法，民方抬着伤的酷刑是讲，姓洪的嫌犯应该替家己的行为来负责，嘛会尽量争取民事的求偿。细粒的高中生因爸爸是强调讲，只有原谅才会放下，家己嘛会较好过。因除了互相祝福，嘛希望讲这种代志莫阁发生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